有人話錢係一面照妖鏡，只要牽涉金錢嘅利益，一個人嘅真實性格往往就會表露無遺。大家好，我係 Danny， 美國歐文士商業顧問 Receivable Management Service 做咗20年啦。我見過嘅唔單止係帳目上嘅數字，更加係赤裸裸嘅人性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眼見嘅金錢眾生相。話說咧，我個客咧，佢就係喺香港有間做私人飛機租賃嘅公司 Private Jet 啊。咁呢個新加坡公司咧就去用咗我哋香港客戶呢個 Private Jet 公司嘅飛機啦。咁佢用咗佢 service 唔俾錢喎。一做嘅時候咧，原來咧雙方嗌交喎。呢個新加坡公司咧就話啦，佢話我用佢嘅 service，佢連我啲員工都想刮角請埋佢。即係攞我哋商業秘密咧，又問呢問路，咁佢梗係話冇啦。佢話呢條友啊小氣啊，又話小家咯，疑心重啊咁啊，嗌晒大交。呢個新加坡佬咧，佢話：喂，嗱，我俾錢冇問題，你叫佢寫一封道歉信，書面道歉，我就俾㗎啦，即刻俾咁樣啦。嗱，大家都係為啖氣啫。嗱，叫俾少少 discount 佢得唔得？我冇問題 ，share 少 discount，我費事同佢拗咁多添啊！收即係完咗件事就算啦，真係。咁呢個人話：好，咁啊開個價啦 ，10% discount， 簽份嘢，即係 draft 份嘢，大家雙方簽名，俾錢搞掂佢。嗱，呢個 case 咧係一個由合作夥伴變咗一個敵人嘅典型例子嚟嘅。嗱，第一，窮寇莫追，留一線，好相見。試下提供唔同嘅解決還款方案啦，例如俾折扣佢啦，分期付款都得㗎。策略要靈活。最緊要係有錢返啫，你需要一個咧理性嘅第三者。嗱，當雙方咧拗到興合合嘅時候咧，咁啊情緒咧大過理智啊，最好係需要一個中間人。我哋冇感情嘅包袱，可以幫雙方抽離情緒，用客觀嘅方法去協調。第三，喺商業世界裏邊咧，冷靜係最大嘅本錢，解決問題先至係最終嘅目標。